东番记》是一本记载17世纪初台湾地理甲台湾原住民族的人事杂记，为明朝入省但地伫西元1603年所写，是现存较早期汉人对台湾地形、港口、贸易和风俗记录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听董教授讲《东番记》。东番记习事之二。南下部落皆有文字，类鸟迹古段，以基础有达人这之也，二处独无何也。然包实稀有，有看看，有用达人为，其无怀甲天之民吼。自通中国，颇有言好，奸人又以南恶之物欺之，比翼渐恶，强顺扑日善意。东番记14之二，台文翻译，作者陈地评论甲感想。中国南方外国来的海贼，甲北方的野蛮民族，拢有因家己的文字、字体，亲像古早篆书，也是鸟仔脚痕一般。无的确是上起早由因的后人所发明、所制作。为何独东番人无文字？话虽然是安尼讲，但是东番人逐天食饱用鲜鲜，四界耍四界佚佗，日子过甲嘛真快乐。论真讲，敢有需要所谓圣贤后人制定礼数、发展音乐等艺术？台湾人袂输像古早时代的无怀氏、甲天氏迄款人，无啥物知识，嘛袂干巧，所过是淳朴、简单，甲人好好斗阵的生活。自从东番人甲中国人接触了后，煞开始注重物质的生活，加上一寡干巧的汉人，
佮用无实在物件假货来欺骗因。时间久长了后，东番人嘛了了啊，捌一寡世事，捌一寡代志。日后恐惊因淳朴善良的本性，嘛可能会豆豆啊消失去。以上内容是由东方正教授主讲，多谢收听。